OK OK， 你好。开始了。对啊，就开始了。不要做效果了。Oh my god， 非常的快速。没错，厉害吧？我们刚刚已经聊了10来分钟，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熟了，应该。对，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现在就是老熟了。对，老熟了啦，已经是可以。哎呦，怎样算很熟？已经是可以，已经是可以一起开台。对，已经可以开台，然后开一些政治不正确的玩笑。真的耶，我刚才已经讲一些很可怕的东西。不要讲。我已经，对，我们已经老熟了，可以了。没错。好，那我来跟观众打招呼一下。好，阿健安安大叔你好，然后那个伊藤绿茶老师刘克恰上你好，欢迎两位。好紧张哦。耶，大家晚安。好，那我们要聊什么呢？没有的话，我就开始从我的那个话题宝库里面捞出我准备的话题了。好 ，OK， 真的，今天先由你开场。我知道，我刚刚有征得你的同意，我现在要放出那个非常要命图片。好，就是我邀请黎乌老师吗？黎乌女士的时候。女士可以。林白初见安安，你好。我觉得对话非常精彩，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要准备什么呢？准备一颗不紧张的心就可以了。不行，我觉得自己念出来好尴尬，反正就是一个怪怪的对话，就是这真是我的荣幸。对，等一下，我们好像本来有说先正常讲话就输了，对不对？啊，对。我们现在是双落败。我们就是就会怪里怪气了这样。但我觉得好像还好，我们讲话现在有点太正常了。对，因为就是有观众来看。哦，是这样吗？好像也是。就不能开政治不正确玩笑。怪里怪气是指这个方面吗？应该还有其他的。对，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对你的印象就是这样会不会有点不礼貌？没关系，我们刚刚有讲好，我们可以没礼貌。就是我对你的印象就是有时候讲话怪怪，就是你的发文有时候怪怪的，就是跟我有点类似吗？我不知道，可能我想要变得更怪，但我还不够怪，所以我要向你看齐。好，我们要当一个大怪咖。对。所以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怪咖这样。这样你会伤心吗？不会啊，就是请把它当成赞美。很好啊，对，就当做赞美。我觉得怪一点比较有趣啊，我喜欢跟怪怪的人来往，就是我的生活会比较有色彩。好，谢谢我可以带来这个色彩。谢谢。那我们来聊聊宠物吧。好 ，OK。那个我对你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是你有非常特别的宠物。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害怕，我就把它称为肥莲，可以吗？好 ，OK。对，那我很好奇，就是拿来作为宠物的肥莲，跟我们一般在路上自然生成的，是不是不太一样啊？还是其实是一样的？真的差多了，他们的身价就已经不对，身价就已经不一样。果然，长得好看的生物就可以这样提高身价。真的好羡慕哦！就是他负责好看，然后他就有饭吃。对啊，我也好想要当这种哦，就是长得好看，做什么都会有人喜欢。是的，没有错。鱼蛋初见安安你好。然后，所以他是会有专门的店在卖哦。会，就是基本上，会有台湾每年都会举办，大概应该有到4-5场的昆虫展，或是这种爬虫季，然后就有很多店家去摆摊，就是可以现场挑蟑螂，或者是有些可能在网络社团上面找。对，网络购买这样。怎么有点那种，就是独角仙锹形虫也是会蛮多人喜欢，然后会去挑。对，类似这样，蛮酷的。
好酷哦！而且其实他们就是蛮不臭的，很适合当宠物。哦，是这样吗？啊，就是我现在资讯量有点多，所以它是会有品种还是名称？会哦。对对对，会有。然后外形基本上也都差蛮多的。你说有些甚至多是像你这样有研究的人才看得出来，还是像我这种会怕的人一看也知道不一样？会怕人也可以看出来哦，所以它是会七彩发光那样子，还是它的？有些会有橘色斑点，或是白色的，或是黑白，就是看不出来它是蟑螂这样。哦，有斑点，就是有些是漂亮到这样，所以它可能看起来像漂亮的甲虫这样子。对对对，哦，果然长得好看的人就是可以这样。真的耶，长得不好看的就是会被当饲料，因为我知道有人养蜘蛛还是什么的，他会另外要养蟑螂当饲料吃。对啊，我知道有这个，所以那都是还要在街上被踩。好可怜。说不定他们也喜欢被踩。这真的吗？可是好想被踩啊那种。这样子哦，这个不是这个被踩会直接去极乐世界，直接尬了，有点太极乐了。没关系，希望他投胎可以长得好看。哇，你整个串起来太棒了！对对，你是聊天天才。对，投胎长得漂亮就好了。有道理，长得漂亮就是会活得比较舒服。真的，当个花瓶也开心。对，你至少是快乐的花瓶。对对，快乐的花瓶，不错耶，不错耶。万口晚安安，然后吉轰阿轰安安也蛮好。晚安，大家晚安。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哦，我讲话真的是想到什么讲什么。很好啊，这样 OK 啊，应该是蛮舒适的，对，没事。真的也老熟了，真的现在就是非常自在，很自然的讲话，对我都能习惯这种联动的节奏。你开始习惯哦，你之前我记得我们之前就是刚说好要联动的时候，有点会紧张，对不对？就是对啊，但是也是啦，我一开始联动也都很紧张，虽然我现在每次都还是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多做真的会习惯，所以对，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对，你习惯之后就会体验到它的快乐。没错，就是这样。好，等一下换我想要讲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来，请，我现在非常好奇。我记得好像第一次看到，就是包括声音露出来，就是在那个一首史瑞克的歌里面。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好像有跟大概3-4个人一起编了一首史瑞克的歌曲。对，有人打问号，不然我先贴一下。好，可以贴一下那个链接。太棒了。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台语 rap 也太酷了吧！哦，那首歌真的很酷。对啊，整首歌也蛮好听的，所以就是蛮喜欢那首史瑞克歌曲，而且我本身就是蛮爱史瑞克，所以听到那首劲爆的歌曲，我整个人就要压起来了。有这么那个吗？有啊，就是哇，好感动啊，好想大叫，就是像看到金正恩那种感觉。为什么是？就是我整个立刻都站起来跳，就站起来踢正步那样子。对，就是哇，有找到精神领袖这样。这个很会比喻耶，真的，就是对啊，好感动的曲子哦，就是比那柴可夫斯基怎么都好听。不行，这个我得罪不起，这个太大尾了，这个不行。我没有这样说，不是我说的，好，没事。柴可夫斯基又算什么？不是我说的，他该起来听听看这首史瑞克歌曲吧。靠腰，他等一下真的起来，你要怎么办？希望他可以多帮我们宣传这首歌。你说柴可老师吗？
对对，柴可老师，好像不太对哦。我要从他要怎么宣传？好，没事。我们相信他。是啊，如果都有办法起来了，应该是可以学会用网络，那应该是方法很多。对啊对啊，真的。说不定他就是也会蛮喜欢这首曲子的。好，我希望他会。如果他不喜欢，我就只能跟他说对不起。揍他。不对耶，不对耶，不对耶，不对耶。没有要揍他。好危险哦！你平常都是这样子对你的观众的吗？对啊，基本上我们也都是这样，就是一言不合就对，就说揍就揍，揍他。对对，爱揍，太棒了。好，然后这就是关于就是第一印象，对，最明显第一印象就是从这首曲子。那你有第二印象吗？第二印象哦，第二印象的问题。第二印象有，真的假的？我觉得台语这个标签真的是超酷的，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蛮想学台语的，还是我们，所以就是很难能看到能这么活跃说台语，然后又讲得这么好。谢谢，妙赞。对，就觉得哇，好酷哦！所以这应该算是觉得非常酷的部分。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等一下万一不知道聊什么，就可以现场教台语，没有问题。可以，台语真的是不好。但我觉得有兴趣才是最重要的，有想要讲看比较重要。只要有那个想要学习的心，你就有办法克服一切的困难。OK。对，我把心脏掏出来了。这个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帮你缝回去，你要想一下。哦，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台语，我说到台语，我最近觉得非常非常想学的，就是很想学像布袋戏那种旁白的戏曲之类的，就是唱那种旁白，或者是他们在演出要讲的那种台语。可能比较文言一点嘛，就是有一个，对，超帅的。确实。哇，但是这个我就比较没有研究，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其他对台语有兴趣的 VTuber，有蛮多是有接触布袋戏，然后有研究布袋戏的啊，我就没有。好酷。对，对我比较方向比较不一样，所以就是但是有机会可以帮你介绍。OK， 好，太好了。对，我要当最中二的台语学生。中二比较帅啊。对，以后我出去说台语都学布袋戏那种风格，好像不错哎。反正 VTuber 基本上也是一种布袋戏。对啊，我们也是一种布袋戏，所以我用这种风格你也是没问题。没有问题。说到这个之前，我有看到一段，就是反正我有看到一段布袋戏的内容，然后我看了好几集之后，他在最后一集那个超偶师，他就从那个戏台里面跑出来，我那时候真的有一种哇，看到中之人的感觉，就觉得好抽离哦，有一种不协调感。就是我对那个声音的印象已经是那个戏偶了，我突然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有些观众看到那个爆出中之人会非常不舒服，就直接冲塔这样。对，被那个超偶师冲到，真的也被冲到我就不要变回去，不要。就跟你想象的没有到很搭配这样，就也没有特别想象，就是我的印象中那个声音就已经属于那个戏偶了，所以不管出来是什么，我都会觉得怪怪，除非走出来跟那个戏偶长一模一样，那也蛮可怕的啦，所以没错，应该是蛮恐怖，对，那是蛮恐怖的，那可以直接改编成恐怖游戏，太棒了。对，布袋戏真的是很酷哎。所以你平常有在看？我平常没有什么在，就是非常认真的在追布袋戏。我主要去认识布袋戏，也是从它的工艺的方面，就是做那个偶。哦，也对呢，有道理。对，
就是做偶，然后还有做舞台，然后才去就是觉得在唱这种戏曲好像也蛮有趣的，也想学看看这样。所以是先接触到就是公益的部分，然后才想要去学其他表演的。对，因为其实就是阿嬷家那边是布袋戏的，算是发源地吧，就是云林很多布袋戏这样，所以其实平常也会在庙附近看布袋戏。哇，对，就是觉得还蛮好的，而且又可以推广这种传统文化。的确，对，哇，就蛮想要学的。我比较可惜是我这边没有，就是我这边没有那叫什么现场的布袋戏可以让我看，可能地区的关系啊，我这边比较没有。对呀，对，不然蛮好玩的。其实看那种现场的演出，对我一直很想看，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好可怜。对啊，真的要找到这种蛮困难的。那个架场是斗6人真的耶！哇，太好了，又有云林，对啊，可以去看云林的生物，云林的生物也是，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人类，说不定他不是。对，真的。廖晚安，瑞德晚安，奎宇晚安。我打断你的话了吗？对，就是我在看那个伊藤老师嘛，对，伊藤绿茶老师。酬神或是开工会有布袋戏台车，很酷哎。对，这就是其实云林蛮多都会有这种。蛮多是说就是在外面逛个街就会看到1台、2台、3台，也没有到那么夸张，没有没有到那么夸张，因为其实这种布袋戏剧团还是要约，就是还是要约的。你说打电话去跟他说，就是请今天请哪一天到哪个地方表演这样子。对，就是可能庙方或者是什么公司要去跟他们交涉这样，就也是类似联动的感觉。但应该要付钱这样子。对，就是企业式。他们应该都是吧？对啊，他们都是企业式，好像这种也没有个人，应该是个人不聊。对，有点一个人要演5个角色，真的有点太忙了。对，他最多也只有2只手哎，然后把脚就举起来一起演。我靠，这个好强哦！这直接特技表演就好了，不用表演布袋戏。如果有这种，我也会蛮想看的。我会跟你说蛮想学的，吓我一跳。下次就在路边一个人演4个布袋戏。真的吗？那你就要准备一件衣服，上面要印那个我不是礼物。对，我已经准备好。你真的要去弄那个衣服哦？对啊。很酷哎！毕竟你这样很容易冲到台，你要确定，不然你就是要把它变成周边。应该会。对，我要把它变成周边，然后我就要贩卖给大家，这样大家就不知道谁才是真的礼物。好赞哦！我也想要买一件。对，好赞！我们要让这个礼物越来越多分身。太可怕了！这真是哇哦！设计中，超赞！你就是直接隐身于所有人里面。对，这样大家都看不出来了。可是，然后我要再把我的头发那些耳朵都盖住啊！但是讲话是不是还是说对，也是，所以我才要学这种布袋戏风格的讲话方式。然后我就是中二一点这样。不是，那这样下次就是看到一个穿我不是礼物，然后就在那边讲就是布袋戏念白，你知道抓到没有？哈哈，是火蛇啦，没有啦。对，这超级大怪咖，好怪哦，太棒了。伊藤想问一个问题，请问吧。好他想问什么？你也可以拒绝，看一下，说不定有些人可能被拒绝。是吗？开始乱讲话，越来越奇怪。等一下就不爱我了，他就直接退订我就会难过。他问了一个好问题，
脖子上的装饰是想那个东西吗？我记得你有说过，我记得你有在某个地方说过这件事情。对，没错。这是什么什么球的？因为其实最一开始，你说，就是我以为这是一个装饰品，这样。对，跟我记得的一样，我觉得超好笑。对，这也是我对你的第一印象的一部分，没有错。对，后来才知道，哦，那个不是哦，但是他已经就是都已经做好了，我还能怎样？你还能怎样？对啊，还能怎样？哪一天你超大尾的时候，它可以变成一个周边。你说跟什么？跟什么梦什么的？对，梦什么糖的合作？对啊。有人说是狸猫闭嘴器，我觉得这个直接当那个产品名称就很吸引人。对啊，可以。对。可是我可以问吗？就是为什么会觉得它是单纯的装饰？你在什么状况下看到这个东西，然后把它认定是一个普通的装饰品？哦，因为其实有一阵子好像还蛮流行戴颈链。你说球壳那种的？对，就是戴一些颈链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好像也蛮适合的哦，就是很像啊，是很像。我觉得包含我在内，大家一开始看到的时候都想，是我想的那个吗？还是只是球壳，然后上面有个高尔夫球这样？高尔夫球，我在描述不然它是什么吗？它就很像，不然是巧克力球吗？金沙那个，金沙是也有一点像，也是有像铃铛吼，没错。也是蛮像的，但戴个高尔夫球感觉也是更怪咖。那不是很好吗？随身奶嘴，我觉得概念一样啊。它就是闭嘴器。对啊，没错。它是，但我就不会闭嘴的。就算把它戴上去，你也是有办法讲哦。你会腹语术哦。我就立刻把它扯下来，然后狂骂人。哇，原来解决的方法其实蛮简单的。对，直接扯下来，然后在猛骂人。哇，这个，救命！打开里面没有金沙。好吧，我觉得那个叫什么？是这样解释吗？所谓的作者已死，是这样讲吗？就是大家觉得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对，就是因为通常大家都不敢问嘛，大家通常很多人都不敢问，还要说请问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吗？对，真的。所以就是可以自己自定义。好，你觉得它是金沙，它就是金沙。对，觉得是金沙，是高尔夫球，是什么流口水的都可以。好，太棒了！它其实是随身炸弹，发挥想象力。没错。对，有可能是炸弹，就是参加那种什么那种什么鱿鱼游戏之类的，错了就会爆炸。你会想参加看看吗？参加什么鱿鱼游戏啊？如果有机会参加的话。不会耶，应该没有那么缺钱啊。对啊，太快。因为我觉得生存率太低了。对啊，那个一下就会死了。看目前影集那种死亡频率就不会想要。太快了。等真的活不下去，想要死的时候，主要目的是想死，剩下的万一有拿到钱，只有这种情况下会想去。对啊，就是可能要欠超级庞大的债务才可以。是这样吗？对啊，不然目前就是不会想要参加。但应该一般人也没那么多欠债的机会吧？应该吧？有吧？有些艺人不就会欠债，然后躲在乡下，然后再付出。艺人完蛋了。我们应该算吧。对啊，我觉得像朱大哥那种突然隐姓埋名，然后某一天买 Olay 的时候被拍到。对，没错。然后说去国外深造，然后就会在什么乡下的 Olay 店被拍到。但没关系啦，你有那个
就大家都一起穿那个我不是礼物，所以应该是不会被拍到。太好了，就是谢谢大家帮我演一起分担这个角色，真的分担耶，真的耶，对啊，好酷哦。反正大家也都蛮喜欢朱大哥嘛。对啊，我知道你很喜欢。对，我是蛮喜欢朱大哥。我知道你是火派的。对啊，你呢？我问就是活派。哦，你问了就是活派，这是那个自定义，就是你觉得我是哪一派？不错吧？而且朱大哥他就是能活到现在也是蛮厉害的。对啊，就是还竞选过总统。对啊，还选过总统哎，虽然可能就是没有如大家所愿当上总统，但是就是以他这个年纪还出来选，就是我觉得也蛮厉害的，很有热忱。对啊，你会不会想选看总统？我选总统吗？对啊，你直接冲塔全世界，冲塔全台湾。对，总统 VTuber， 不错吧？对啊，我觉得好像也，我现在就是可能先从那种里长之类的做起。哦，有道理耶，慢慢往上爬。对，先慢慢往上爬。我现在就是先当个里长，然后接下来再慢慢去选议员之类的。哇，不错，已经有规划。对，我一定也会投你一票。太好了，现在已经有2票了。太好了，你自己也有1票啊。哦，对，我自己也可以投哈，有3票了，太好了，太好了。现在有几个赞，我就有几个票，请大家多按赞。那个好的叫什么？好的成功是一半的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中文不好啦，对不起。好的一半。君莫来嘞！君莫晚安。晚安。君莫好像也是在推特上也是相当活跃。对，相当活跃。而且其实有时候你们玩游戏我都会看。谢谢，太感动了。你们玩麦块我都会看。哦，真的哦？对啊。太棒了。蛮喜欢听你们讲话的。太棒了！有机会也希望可以抓你一起来讲台语。好啊，没问题。还是我们现在试试看。好，我们可以先来试试看。紧张呗。紧张。不要紧，你的我应该问你一个问题，无你就袂讲话。对啊，是啊。请问你暗顿吃啥物？我暗顿吃滷肉饭。哦，谢谢你喜欢台湾。爱台湾。我是日本人。哇，很像我其实有时候也会无聊学日本人口音。我是日本人。哦，好我爱台湾。谢谢你喜欢台哦，我不会，突然不会。谢谢你喜欢台湾。免客气了。袂歹哦。哇！台湾滷肉饭真好食。真好食哦。你还有吃啥？还是你都吃滷肉饭？我还有吃菜头汤。哦。还有豆腐。豆腐啊？对。那间滷肉饭叫做大稻埕卤肉饭。哦，我没听过。真好吃。你明明就会讲。很烂啊。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会讲，但是就是会不知道什么，大家好像都觉得自己讲的很烂嘞。对。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只会恐惧，顶尖的也没几个，然后蛮会讲的也没多会，就是我认真啦，就是现在台语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是能讲的很好的人本来就没那么多，所以你已经 PR 已经很前面了，不用担心。对，敢讲好像真的很重要。没错，我觉得所有语言都是啊，英文也是啊，敢讲其实比较重要。你知道，你就算很不会讲，你只要敢讲，你还是有办法沟通。
哦，也就对啦，这样也是。对啊，你觉得 this that口令对，主要就是要踊跃的讲。没错没错。君莫的建议是多讲就很顺。哎，对对对，我们台语圈有一句传教的时候会拿出来讲的话，叫做你不用很厉害才能开始，你要开始才会很厉害，就是哦，对你多讲就变厉害了。好，我现在出门我就练习讲台语。好，所以大家以后更容易冲到塔，怎么办？就看到讲的破破烂烂的。不会啊，不会啊，我觉得没有，我绝对不会觉得是，就是我绝对不会用破烂来形容啦，就是哦，太好了，肯定没有，我觉得蛮顺的啊，蛮顺的。OK， 有顺就好。有，还是我们今天就整场台语算了。好啊。好，安尼好，等到我来紧掉。好，试看卖。来试看卖，哎，水。你好，我是伙计。你好，我是礼物。我该不会就只能这样？教科书就只能开始自我介绍。对呢，我无请你甲大家介绍你平常时啊拢咧创啥物？对吼，还是你来介绍一下？好啊，我平常是拢伫咧我不会讲了，有些词我就不会讲了。我平常都在做陶瓷。我来查一下。好，其实有些真的就是还是需要查一下。对呀，还好我有字典可以查，很方便哦。好，太好了，谢谢火蛇老师。不要老师，硬要加老师。我只知道陶瓷是灰呀，但我不知道做陶是怎么讲。可是灰呀应该是瓷器那种吧，所以我不知道。陶的话就是好像意思没有直接等于，所以我还真不知道。对，没关系，这个字典很好用，我可以用英文查，你等我一下。哦，太好了。应该是 pottery 吧，应该。哦，太好了！我看到有人说离我的台语念起来是离哦，应该我念错了。离好酷哦！哦 ，OK， 狸是不是念吧？没有，狸猫的猫是吧？所以狸猫是狸吧？哦，没错。然后我没有找到陶瓷怎么讲，但我有找到上釉哦，好酷哦！为什么有找到上釉，但是没有找到做陶瓷？对，上釉那种上釉是蓝藤，我也不知道。有趣。那我只好用国语自我介绍。好啊，没问题。我平常主要都在做陶瓷，然后淘气的 VTuber。对，就是非常淘气，然后又可以当什么陶艺劳工的那种。劳工哦，陶艺劳工，对，陶艺劳工。确定耶？我是陶艺劳工。然后平常还有做什么？我想一下，我的频道好像就比较多手作跟一些工艺文化介绍，还有一直喝酒这样。哦，一直喝酒。对。好，大概方向。好。哇，好像我看君莫贴的，看起来那个陶就是抽回。哦，我刚才点进去了，抽回。陶跟瓷差在哪？这个我真的不懂。主要其实像大家说陶土或是瓷土，它就是只是差在它的土质的细腻程度。陶比较有颗粒感，但是说到如果是瓷土的话，它就是比较细，摸起来比较细腻的质地。对，好。所以就是有一些瓷器，它表面是亮光光的，它那个是釉药嘛？对。我记得断开里面也是没有亮光光。
对对，里面就是陶土这样。啊，原来如此。大叔的补充解释好像蛮细的，那跟你说的有关的，就是因为比较粗，所以是抽回。好酷哦！大叔的台语也很厉害。对呀，他就是我之前比较早期的时候，我还没有变宝箱的时候，有比较大胆的企划是让那个观众可以 call in， 那时候有听到几个观众朋友讲台语，真的是太赞了，台语都比我好，很爽真的很爽。这个企划很不错就让大家上来讲。你知道这可以讲吗？就是前阵子有比较多大型事件，就是对啊，就是我觉得做这种企划，其中一个风险就是你会比较不可控啦。就是你没办法控制，有一些观众他比较特别，对，会比较蛮麻烦的。绿茶老师一定要订阅礼物，很喜欢这种公益介绍，那快去订阅，谢谢。太好了，谢谢绿茶。没错。对，为什么要叫他老师？是因为他画画，他刚好现在问为什么要叫他老师。没错。好厉害哦！对呀，会画画人。没错。他之前有画那个我跟人家垃圾，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画这个，但是就是那个跟伊里那个吗？对啊，是怎样啦？那个超赞的。什么超赞是怎样？好很赞的！我看到那张图也是哇，好棒，是真的蛮好笑。他是画的很可爱啦，是蛮好笑，很好笑。那张图我觉得蛮好看。没错，就是他画的，就是他。太好了，又多认识一个画怪图的人了。真的怪图赞。果然就是生活还是有一些怪怪的东西比较爽。对啊，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接受太正常的生活，太无趣了。对啊。对，初始状态是人类形态吗？对，没错。不要问。那个想不起来，头很痛。已经变成宝箱了。对啊，所以其实认真说起来，要冲塔也蛮容易的。好危险啊！没关系，没错。你要做一件衣服，我不是火蛇。不错，太棒了！那我要2件一起穿。对，我们可以交换季。好你说我们就是一个是夏冬不对，反正一个长袖一个短袖。对，太棒了！我不是火蛇，还有我不是礼物，这样让大家穿出去。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一个衣服，然后一个裤子？好怪！印在裤子上面，我印字在裤子上面也是偏怪。偏贵啊，还是偏怪？偏怪。我好像也没看过有人在做这个，说不定真的也偏贵。印字在裤子上很奇怪吗？好像有一点。感觉很少人会印字在裤子上，就是大家的焦点就是会一眼就看你的屁股或者什么的，确实不太好。不然帽子好像也行。帽子感觉比较好。对，帽子比较好，太棒了。对啊，感觉可以耶，就是用一个帽子，然后大家出门就是戴帽子戴口罩，这样也比较有这种隐秘感。那可以再做一个口罩。全身都写我不是火蛇，怎么有一种此地无银300两的感觉？越来越怪，真的。然后就是人家就会想说所以火蛇是谁？就可以趁机传教了，这真是个美妙的周边。然后再放个 QR code。一定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广告方式，而且好聪明哦。就是让这些观众都当人体立牌。对啊，好方便哦，奴役他到底。还可以奴役大家，真的是行走广告，真的活招牌就是这个意思。对，没错。
就算他只有看到那个 QR code，他会想说怎么会有人把 QR code 穿在身上啊？来扫一下好了，扫一下，然后就知道火蛇是谁。对啊，好聪明。GFF 穿这个好像不错哦。我觉得我们来推出这些周边。一定要，我觉得一定要。我觉得一定要，这是个绝妙的好点子。我会买来逼我的亲朋好友穿上。可以哦。对，我把他的那个衣柜里面其他衣服全部变不见，然后就只有这件。对，就只能穿这个。我不是手。好可怕啊！哇，扫下去是瑞克摇。哇，这太阴险了！我才不会把这个要被订阅的风险分给瑞克摇嘞。果然还是自己的订阅比较重要啊！真的，谁要分给瑞克摇啊？说的有道理，瑞克老师已经很大尾了，可以流量分给我们，谢谢。对，算了啦，瑞克摇算了啦。但是这个好像怎么讲？感觉就是每过几年就又会再流行一下。你说瑞克摇吗？对啊，他是不是永远退不了流行啊？对啊，好厉害啊！他怎么可以？对啊，我们记得前阵子也很多 Super Idol 的笑容，对，一直滑到。对啊，不知道为什么 Super Idol 那个就是突然又在火红了一次，就是每年要来一下，每年必须要有一波。对，也是不太懂。人是很复杂的呢。对，时尚的轮回。好像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所有流行的事物都有某一种神奇的规律。懂了。对啊，只是到底什么时候我才会突然大红大紫呢？不知道。真的，你想要大红大紫吗？可是我是绿色的，怎么办？我也是，那我就不能大红大紫了。怎么办？那就要2.0把变红色。好，我们把我们的配色都改成红紫色。真的吗？可以这样说改就改吗？应该是可以吧。好像也可以。狸猫是可以变来变去的，对不对？对啊。我也是，宝箱怪其实也是可以变来变去。太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大红大紫。我以为你要说太好了，那就可以我变成你，你变成我，没有人知道谁是谁，太棒了。对，我们就可以交换直播。好像蛮好玩的。对。不行，我可能会炸你的频道，我觉得太危险。直接夺走这个频道。对啊，你的订阅数比较多，那我就先借走了。可以。不可以吧？不可以吧？无界频道。这还真是不可思议。那你真的就是会想要大红大紫？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要那个啦，就是订阅数多一点，看会不会比较多人抖钱给我。如果我订阅数很少，但是大家每天抖我300万，我也是没问题的，好吗？也是。但是我根本没有开通抖内功能，我现在只能从绿界啊，我订阅数还不够，我拿到超级感谢或者是 SC 都不行。完了，大家请订阅。谢谢，虽然在看的人可能很多都已经，但是谢谢大家，请逼你的亲朋，没有强摘的果子不甜。对。那还是算了。拿阿嬷手机订阅，然后阿嬷也可以听，也可以来看直播。阿嬷就会想说，这个人怎么都讲些没营养的。真的耶。没关系啊，老人家脑子就是要多动。你说强迫他接受新事物吗？对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会讲台语就不错了啦，没营养你还挑要听不听随便你啊。真的，看那个8点档也没营养，还不如来看我们这些。你说的有道理。纸片，看我们这些纸片是也没错。对啊，而且有些8点档它的台语好像也不怎么样对啊，有些8点档真的是。演员那讲台语讲到一半，还突然在那里讲国语，那种让我觉得很头痛就是他可能一句话里面有一半都是中文，然后一半是台语，那我就觉得那不算在讲台语了。对，真的，而且就会很出戏。
对对对，就觉得那你还是你们都讲中文好了啦。就对啊，就会觉得有点很怪很怪很出戏，没有错。但是所以我你先哦，好，就是，但是前阵子刚好我有看到一小段8点档，就是他，你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会用台文来写字，就是对，就是那种东西。然后之前有一段我看到8点档有一小段，它里面是2个人在传那个好像暧昧简讯还是怎样，然后他们就真的写台文居然不是写中文好特别哦，那台罗仔狂喜，然后就对，就是有时候会进步啦，就是每一家的那个品质都不一样，偶尔还是觉得8点档有在进步，但也就偶尔。好酷哦！或是塞一些买够的梗的时候就不是布袋戏，8点档也会够，这真有趣，很酷哎！他们是在影集上面，就是8点档上面直接打台罗文打字哦。大家因为通常讲台罗是指那个嘛罗马字，就是不是汉字的那些，对啊。对，然后就是他是打台罗吗？那叫啥？他是打汉字啦，但是他就是用的，打汉字就他是用台语的汉字，他不是用中文，然后就会觉得真不错，哇，不错，可以。谢谢伊藤绿茶突然打赏我，突然打了我，谢谢。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留言，有没有发现我把自己放太大了，我挡住下面的那个金额，我来变小一下。好。谢谢，太感动了。好，我们等一下，我打不开。在我打开的同时，我想我们还可以聊什么啊？这是我们第一次通话聊天对不对？对。这还真是紧张啊。对。而且是完全第一次对啊，就是我们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就是吐带也没有，任何状况都没有。对，就是真的是觉得蛮了不起的。就是我这个系列就是我想要怎么讲？我觉得虽然我自己觉得是 I 人，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种跟一些随机的人做一些很随机的互动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想要做这个系列啦。对，我也是，没错。我也是，就是偏蛮社恐的，就是一定要电波对到才可以这样比较放心的聊天。绿茶老师说他是被强摘的，没有吧？你一开始就订阅，没有强摘。强摘的绿茶。谢谢伊藤老师的60元，让我可以多买一杯咖啡，多活一天。太好，谢谢。嘿，副会长你好。欢迎会长。听起来不好喝什么意思？60块咖啡太便宜。好喝。我要分享一件，就是完全跟这个主题也没有主题，完全跟礼物没有关系，但是我突然想跟你分享，就是反正就是我之前有在咖啡店工作，然后昨天我刚好就是有经过那家店，因为它离我家蛮远的，所以其实很难有机会经过。然后我的前主管就请我喝免费的咖啡，免费的特别好喝，太好了。对，我讲完了，就这样，就这样，对，就这样，好琐碎的事情，超琐碎，老熟了，就是没错。那你都你说，你有喜欢喝什么咖啡吗？我喜欢喝摩卡。因为我是胖子，所以我喜欢喝甜甜的。摩卡真的很好喝只有巧克力，没错，我蛮喜欢的。但是就是因为还有甜，所以我没有到第1名选项。我第1名还是美式。第1名是美式，你喜欢美式哦？我是吃不了苦的，所以我就比较不会喝美式。或是水果咖啡，加什么柳橙汁我以为你说单品手冲，就是你喝下去会有那个水果的香气，然后后面会有一点烤坚果的香味。对，然后还会有什么拖鞋味这样。真的吗？这么刺激吗？我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卖的一手好咖啡。尾韵有个拖鞋味，这不错，这可以做企划，就是里屋的咖啡厅，然后就可以开始推销拖鞋味咖啡。前面有一股霉味，中间有一股酸味，尾韵有拖鞋味，太美味了。谁要买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重口味的朋友。对，想喝拖鞋味。真的也是什么烂豆子？这就是烂掉的豆子拿出来卖吧？真的，对不对？就是你认真点喝，还可以喝到厨余味哦。哇，请问你这是什么豆子啊？好厉害哦！没有啊，就是厨余，就是单纯坏掉了。单纯坏掉了，我觉得很棒哎，就是有这感觉是还不错哎，就是有一种不浪费，就是食物不浪费那种感觉。真的吗？对，就是拖鞋味的咖啡。如果有，我是可以喝看看哎。就如果它是安全可以喝的，就会想体验一下。对。什么？绿茶老师说，如果那是美少，为什么不能乱讲话？你要在李武老师面前顾形象吗？没有，我跟你讲，他平常对我讲话就是你知道的。我也没有比较好，我平常开台也是讲一些这种美少女的什么。对吧？没有营养这样啊？对，你都有看到啊，丢脸！我不行，我现在没关系，我需要挖一个洞，我好像就当一个没有营养的也可以。我需要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起来，然后再画一张藏宝图，然后你就会到某处可以挖出一个箱子这样。还要特别去挖，不然我出不去，很不方便。好好笑，救命！好希望有这种就是安全的豆子哦。安全的豆子就是口味很特殊，但是喝了不会死掉这样子。对，就是不会拉肚子那种。不会拉肚子哦，我觉得。可是可能我比较怕酸，我只要喝比较重的咖啡，我就很容易会，就是有时候不是豆子安不安全的问题，是有些人他就是不能喝。哦，原来。对呀，我想想，原来还有这样。就是有些人就不耐酸吧，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可能需要加点牛奶，但如果他有乳糖不耐症，那就加点豆浆这样子。哦，你说水果咖啡哦，所以就是美式里面有加水果这样子。我通常会去加柳橙汁或者加多多，好酷哦！我蛮喜欢加多多的。我刚刚说的那个我前主管他也很喜欢美式加柳橙汁。我以为这是小众。加水果就是会有，就蛮清爽的，会变得很像随时喝的饮料的感觉啊，好像不错，确实蛮推的。我真是个宝藏男孩，谢谢。那我把礼物买起来，它会变成一个宝藏女孩，对吗？真的就变宝藏女孩。好像没错，而且买棺材，活埋就是完了，没礼貌。对啊，还是你是我前主管啊？是不是？你等一下就直接把我名字讲出来就死掉。对，就完了。真的，其实我这个系列有想过找那个前主管来，我觉得蛮好笑的，可以聊一些业内秘辛，但是他都在上班，好可怜。可以。顾少娃晚安。他说我明天开廖天丁台就会开始没营养了，我觉得还好啊。原来廖天丁台是没有营养。我觉得那个是我最没有乱讲话的节目之一耶。原来已经是算有营养的。好像也没有到多有营养了。就是已经不是最不正经的了。我觉得最不正经的就是我自己杂谈的时候就会讲一些很糟糕的。有游戏可以玩的时候比较不会。对，至少有分散一些事情。我会比较专注在游戏上，然后就一直看到我技术很菜，一直死掉而已，然后就一直还好，我就没有时间讲一些白痴的东西。没关系，我蛮喜欢这种讲话方式的。好，那就好，你没有感受到不适就没问题。对，很舒适。
谢谢谢谢。OK 就即便我都是讲一些屎尿屁也没关系嘛。对对对，完全没有关系，太棒了太棒了，很棒吗？很棒吗？很好很好。我只是觉得好像观众会喜欢，应该多讲一点，绝对不是因为我本人就是如此的对，请相信我， OK 谢谢。好我还看君莫问说什么美式加多多，对，没错。但是美式加多多，它其实会，就是会看起来有点像臭酸的东西，因为它会有分层。哦，它会分层哦。对对对，哦啊，喝的时候是怎样？马上再把它拉一拉。对，拉一拉，然后再喝。哦，然后就是一直无限这个循环，就是拉一拉喝，然后放一放分层，然后拉一拉喝。对，它看起来就是真的很像臭酸的东西，但是我很喜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有机会一定试试看。蛮推荐大家可以冰美式加多多喝看看。好，有机会一定。分层是高级喝法，因为调酒要有分层，有道理。对，有道理，滋滋的，是懂享受哎。对啊。拿杯子转起来，让它们融合。其实有时候会，就是我会拿起来，然后对里面吹气，它就噗噗噗噗，你说直接对着杯子吹气？对啊对啊，还是有帮助就比较你搅拌脏一点。对对，没关系吧，自己喝的应该没关系。对啊对啊，对啊，应该还好。错，自己旋转是怎样？用嘴巴吐泡泡。哦，你说那个吗？就是为什么大海是蓝色的？哈？哎，你不知道什么大海是蓝色的、啊？那什么东西？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鱼会吐泡泡，它们就会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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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哦，又冷笑话了，好突然。太突然了，怎么什么又？今天第一次。哦，好突然哦。哪有又？啊，我还要准备。我其实刚刚在开台前，我在买饭的时候，我一边在想，等一下来讲个什么双关好呢？哇，恭喜，得到了一个双关。那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啊，算了，不行，这个就是要突然讲才有那个。对对对，先讲说我要讲笑话咯，再讲就没有那个。对，笑不出来。对，不行，就要有那个出乎意料，你就想说哈。对啊，说啥呢？对。那，我们来找点其他话题吧。好。我也不知道哎，要讲什么呢？我去年摔了2次车哦。这是什么突然的？对啊，好会聊天啊。突然，哦天哪！对啊。说到这种突然的怪话题，我先问一下安妮，你有好一些吗？那已经是去年的事了，没事。哦，现在都已经 OK 了。现在都其实有个旧伤哎，就是我右手就是如果伸比较长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痛。然后我算了啦，没救了，就这样吧。看很开，好疯狂！你都没有去什么针灸之类的？有道理耶，下次试试看好了。我是有去推拿，但是那个应该没有用。还是我应该去复健科？照理来说应该去啊。感觉需要哎。好恐怖。从那之后我就是骑车都非常慢。很好，很好，很好，注意安全。对。说到这种就是很突然的话题，其实上次好像有一次我第一次在联动后台，就是跟别人联动，然后我也是就是突然就跟其他 VTuber 说：“哦，我的仓鼠昨天死了哎。”好会聊天。对，然后他们就也都讲不出话。可是我好像在某个漫才看过类似的，就是什么2个人在开车，然后就是副驾驶要负责聊天，不然人家会睡着。然后就是很会开话题。我家的狗昨天死了。突然。对，太突然了。对，强制开了。真的，气氛直接死掉。好厉害啊！话题杀手。而且他们都是新朋友。
他甚至可能不知道你有养仓鼠。真的，就是里面有一个是仓鼠 VTuber， 然后我就直接说：“哦，我仓鼠死了。”靠北，还好你不是说下一个就你没有了？没有，救命！没有，他会长命100岁的。真的也不能乱讲话哎。对，我觉得我有点超过了。No， 开玩笑，综艺摔了。综艺的，这是综艺效果。对，综艺摔。啊，好。我想想还有什么很突然的，想不到。很突然，我想一下。哦，你有在看多米多罗的影片？有啊，我们明明都知道对方有看在那边。我本来其实还在想今天的开场要怎么讲，然后我有点在想要不要说那个什么。今天很荣幸请到李乌林女士来我的频道，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是一只怎么样的狸猫吧。好烦啊！硬要用这种开头。对啊，就是他的，因为我一开始看到多米多罗是从那个大变作系列，所以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一起来看看是一部怎么样的作品吧。很赞欸，我觉得他拍的影片就是都清新脱俗，都对清新脱俗，而且没有什么太多那种剪辑片段。哦，对，然后就是他有他独特的一个搞笑的感觉。对，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讲话方式，你就会觉得哇，真是一个大怪咖。他爸还会学他那样讲话，怪到不行。超赞的！绿茶老师提供的这个好屌哦，每天刊登一则假日文，直到多米多罗来抓你。可以耶，要不要？可以，我就来刊登一些假日文广告。没错，我们等那个日文警察出动。对啊，我也好想要当个台文警察，但是不缺，所以算了。而且会被骂，算了。好多人好爱骂台湾警察。对啊，好可怜，真的。不然其实蛮好抓的。对的，抓不完又有题材，但是只会被骂而已，所以算了啦。就不能爱台湾了。有时候又会觉得黑红也是红，好想试试看啊。真的，真的耶。我有一个很突然的，就是这个这个要有点难以启齿。其实呢，我从很久之前就很想跟你说，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就是我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找到图片才有办法跟你表达，但是我找不到，所以我算了，我就直接讲。就是我之前吃过一款欧洲的冰棒，那是很久以前了，大概10年前，然后它是跟 Ben 10联名的，然后它的口味，对，然后它的口味是 Ben 10，不是，它的口味不是 Ben 10，它的口味是可乐跟那个那叫什么绿色的柠檬哦，那是叫莱姆嘛，反正，然后就是那个它那个冰棒就是那2个颜色，就是跟你一模一样。我也是一种 Ben 10冰棒，就到底是什么怪东西啊？对啊，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它主要是可乐，然后它有一点绿绿的那个浅绿色，就真的是Ben 10冰棒 ，Ben 10冰棒哦，口味是 Ben 10很恐怖就是南海青少年味，太可怕了。这个口味有点太腥了。对，没错，我就只是想跟你说，你长得很像一个我印象深刻的冰棒。好，颜色都一模一样真的好冷门的形容哦，很怪吧？然后我就很想要找那个图片，因为我觉得有图才有办法表达这件事情。那我现在一直搜寻都找不到那款冰棒，我觉得好神奇哦。在哪里吃到的在欧洲的一个叫丹麦的地方。对。我用英文找不到，也许我该用丹麦文找找看。搜寻Ben 10冰棒。对啊，就是我找 Ben 10冰棒没有啊。Ben 10，算了，我已经放弃了。其实我已经找过太多次，我现在已经是不认为我找得到了。
太可惜了。不然你真想看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对啊，就确实蛮怪的，好神秘哦！还是你下次画画看？我画啊，有道理耶。虽然不太会画画，但是那不是更棒吗？就是大家喜欢看我画不知道画什么的。好，对，喜欢我看试着把它画出来。好，对，这还真是很会聊天呢，火蛇。我想想哦，我国小的时候，我们美术教室有那个电窑，就是烧陶瓷的那个。然后哇，好酷哦！对啊，然后因为我们那个美术老师他蛮有爱的啦，就是他很有热忱，他想要让学生去做比较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有做一个作品，他做一件我觉得蛮有趣的事，就是因为我们也是用陶土做造型，然后做完之后，我想要怎么讲哦？因为它是下面有一个盘子，然后盘子上有一些其他的造型，然后它有放一些有颜色的玻璃在那个盘子的部分，让它一起进去烧，然后烧出来就是玻璃会融化。对，然后就蛮有趣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有哦，所以这是常见的技法吗？就是算蛮好玩技法，而且又可以回收旧玻璃。其实我觉得这想法还蛮好的，因为其实有些东西不可分解，或者是会造成什么垃圾的用这种方式去给它新的生命，就还蛮好的。原来如此。阿成初见安安，晚安。我们那时候，对啊，我们那时候那个老师做过就是带我们做过蛮多个不同的作品，其中有一个也是，我想一下，其中有一个我觉得蛮酷的，他是做好像是那时候好像是鼠年吗还是怎样，反正做一只老鼠，然后那个老鼠它是让我们先用报纸球嘛，就是里面有一颗纸球，然后再把它外面包起来。然后他就说之后烧一烧，那个里面纸球就会被烧掉。对。然后就是一个空心老鼠，但是要帮他戳一个屁眼，不然它会爆掉。对，它就整颗爆炸。我对这些奇怪的细节还蛮有印象的。我记得这些很好就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呢。差点炸掉老鼠。所以你是自己有电窑？没有，就是一样学校有。是学校的。这东西太贵了。也是，应该很贵吧？对啊，一个要十几万。10几万？没有到100万，没有到100万。大概10几万。但也是很贵。对啊。对。我刚刚在思考一件事，就是如果釉药用完的话，那就是釉药没了嘛。那如果你用完第二次，那就是釉药没了，又来了。对，然后你那个买了釉回来，就是又来了。对，又真的真的有好多标题哦，然后像一些假饶舌，还可以又。我觉得好有梗哦，还是你写一首，就是在讲釉药的事情的。可以哦，我觉得可以耶，我就可以合理的釉了。非常有你的，不用当一些假饶舌。对，太棒了！真的要真的要我期待了。对啊，一定要又要。绿茶老师问我们有没有试过金工我有体验过，就是有那种，反正就是专门给你体验做戒指的，然后就是适合情侣一起去，然后我有去试试看，然后就是打了戒指出来，对，我也不知道。你是2个人一起吗？对呀，然后那家店有一只吉娃娃超可爱的，它很乖，但是它很老，然后它很怪，它很喜欢跑到人腿上，但它又有点重，更可爱了。
原来这个金工的重点是在吉娃娃。对，我吉娃娃介绍的那么详细啊，好像介绍吉娃娃的字数比金工的部分多对的。反正就是有体验一下，但是没有因此学会什么特别的技能，因为大部分也是人家带我做啊，所以。你有做过金工吗？有啊，因为其实我本身是读这种工艺方面的科系，所以我们就有金工的课。哦，那是必须要参与这样。对，对。然后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练金属。我刚刚本来想要讲练铜，但听起来很奇怪。你已经讲，你这样等于也是讲。对，就是我会练铜，就是把那个铜全部融成那种像岩浆的状态。好酷。然后再拿去锻敲，就是敲成汤匙啊，或者是小杯子、小壶这样。锻敲，所以你想要打出一把剑也是可以的。对，也是可以的。就是像伊藤上面说的，你是说又练又练铜，警察不抓你都不行？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他说不是，他没有练铜，他想要打出铜茶壶这样。对。所以你打过最特别的是？最特别的话就是壶。对，就是作业这样。所以也是铜茶壶这样。对，但其实不太拿来使用，感觉大家基本上还是用银，就是会敲银壶这样。可是比较贵吧，所以作业应该是不会用到。对，会是作业的话就没办法，但是当创作的话，银壶会是比较推荐的，因为据说它煮来的茶水会喝起来比较细腻。好像有听过，虽然我木舌，所以没有我火舌，所以有点喝不出那么细腻。又开了一个好烂双关。真的，曾经有想过组一个战队啦，就是金木水火土蛇这样子，就是没有人要加入，所以没有办法。太好了，不是，说错，太悲惨了。我会蛮期待看到这个战队的。就没办法，就是好啦，就是大家就是我也不知道大家可以怎么帮我就想改名的可以改啊，不然怎么办？也是，那赶快去募集了。好，募集一个金木水火土战队，对，真有趣，太好了，我要偷走你的口头禅，太好了，还会不小心讲错，超好笑。没事，今天说好不礼貌的。对，我们今天没有要礼貌，没有要礼貌，有要礼貌，但是没有要礼貌。对，有礼貌没礼貌，没错。哇，这个好适合当标题哦，怎么会这样？礼貌没礼貌，我就开一个。可以耶，可以。你要开，然后就专门在开这种玩笑。这个算骂倒台吗？也不一定算，就是没礼貌台。对，没礼貌台。好爽啊！我就可以合理的开玩笑。虽然我平常也都是这样。合理的开玩笑，好，我本来算了，我觉得太烂了。没有，就是就是在河里要注意安全啊，所以对，河里开玩笑可能有点冷，不然会失温哦。对，感觉在河里真的会失温。对呀，又要综艺摔了啊！摔不够，对啊，你可以，我没办法，稍微摔一下。两位有想打一把自己的刀吗？我还好。其实我蛮想的你应该可以打那种，你不是想要光剑吗？对啊，对，说到这光剑。我就是蛮喜欢星际大战，所以就也蛮想要
有自己的光剑。我问你要说，因为喜欢星际大战，想要打一台自己的太空船，还是你说的光剑是那个船舰的剑？哇，对，不是，打一台自己的剑那样，哇，太强了！邪恶帝国，真的，我觉得你感觉就是会打一颗死星出来，然后就是看哪个人类不爽就把它夹炸了。对对对，我就会逼，然后炸掉那个人家。喂，你有在看《星际大战》？其实没有，我有一个很要好的亲戚弟弟，他一直想要推我看，他已经推我10年了吧，我都没有去看，也太久。对不起啦，对不起。但其实《星际大战》对啊，蛮经典的，是该看一下，就慢慢看，不然它太多集了。我记得它不是从1开始，对不对？对对对，它是从4吗？3、4、4、5、6、1、2、3嘛。对，相当有趣。我只知道这种跟本体无关的知识。我说这很重要啊，就蛮厉害的。没有啊，因为有人一直推我啊，我一直没看啊，所以我就会知道这个，就知道这些。没错。哇，下一个10年交给你来推。继续星际大战。你就每天就是问我，看了没？每天传一次，完蛋。哇，又有了，喝很多咖啡就变星际大战，真的。好像也是。我觉得讲奇怪的话，这种事情就是一旦观众认真起来，其实也没有我们主播的事。真的，因为他们也是挺怪的。就不怪也不会想看我们啦。好像也是。都是吸一些怪人。对，我们被认同了，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对 ，Happy， 好怪啊！好，我有准备到的那个双关梗，我都差不多有讲到了，我现在蛮快的，剩下就只能即兴发挥了。好，如果即兴发挥不了，就是慢性的。好烂哦！你有跳过舞吗？跳舞？对啊，有上帝粒子舞蹈。对，真的、哦？你知不知道这个？我知道，确实应该是你会想跳的。我超喜欢跳那个的，上帝粒子舞蹈。这个有出乎意料真的吗？对啊，只是因为刚刚讲到即兴啦，所以我想到我之前有很无聊的去选过表演艺术系的课，虽然我跟那个系完全没有关系，然后就有一个课就是在即兴。对，就只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很了解。对，有道理耶，感觉很适合你呢。太好了，有适合我的风格。对啊，希望就是未来有3D 后可以跳一些上帝粒子舞蹈。好啊，我们上次不是说有谁要送我们3D？ 没有，不能讲，我们在乱讲。真的乱讲。我们真的好怪哦，怎么那么棒？我们应该多联动。对，好，我是蛮期待。好，有人问你等一下会不会讲台语，你要不要来讲一下？我们刚刚才在用台语小聊天，但有点小就是真的有点少。对啊，不然你再讲一下好了。好。那我是不是要想个话题？对，因为不然台语的话蛮难开始的。就突然只知道，就跟你说，突然要讲英文所以要讲什么？对啊，很像那种亲戚就是你学日文，你要不要来讲一下？靠北真的怎样啊？都过年完了，还是我们来那个不然就来那个表演一下那个过年的那个。好啊。过年的时阵拢在创啥？你今年你有摕到红包无？有啊，真好。我摕到2个红包。2个是厝内人的还是？对啊，厝内人的。袂歹。阮厝内干那一包，阮阿母会包互我，我嘛会包互阮阿母，而且就是
安尼的差不多的拢无，嘿，的高碗安尼，高碗红包，对，袂歹啊。嘿啊，还有啥物？还有啥物过食年？团圆饭啊，敢有食着啥物好食的？团圆饭，嘿，我介意食菜头粿。菜头粿啊，哦，我阿嬷做的菜头粿。哦，所以就是毋是外口买的，是家己做的。袂歹。阮兜基本上拢是买外口的。菜头粿啊。但是所有的对，讲要所有的物件。对。我食菜头粿就介意阮导游。一定爱。西螺导游 Number One。西螺导游真正有开迄个对无？就厉害。就厉害哦！专门迄个就是名产啦。云林的名产。我今年无食着菜头粿，毋过有食着乌鱼子。乌鱼子我会介意。你会介意？我嘛介意。迄高级的。乌鱼。足贵的。系啊。乌鱼子。有的人是食迄个有酒味的。有酒味的。对。有的人迄个咧料理乌鱼子的时阵，会用迄个酒抹伫迄个顶面。然后烧它这样。对。有的是迄个会剥皮，因为伊外口有迄个膜。有的人会甲迄剥落来，讲迄个酒的迄个味才会走入去。我毋知，阮兜无咧食酒，所以拢无食酒味的。有配啥物？通常拢是配迄个叫啥葱啊。还是蒜？蒜叫什么？也是蒜嘛。蒜苗。对。毋过阮兜拢是葱，毋知影是安怎。葱。蒜青啊，蒜青。我介意配枣子要怎么讲？做啊，做啊，对。我讲做。配做真好食。头拄是毋是有地冬？还是敢若我食？无呢。我毋知。有听过？有一条星期六去斗六。星期六。滴滴答答咚咚哒。对。毋过蛮可爱。我有听，毋过我感觉就是没有中我的那个。对。就是可爱的歌这样。感觉可以变迷音了，有一个潜力。对。没错。蛮有迷音的感觉。没错。听到乌鱼子配枣子就晕了，有道理。原来如此。真的配枣子真的好好吃哦。但我没配过，我没有配过枣子。就是很清爽又解腻。真的太棒了。好，乌鱼子，我觉得第一名我会给配枣子。明年如果我家还有提供乌鱼子的话，我要试试看。一定有。对。喂。这样算有讲到台语吧？有，我觉得我们刚刚好像还讲的蛮 OK 的。还不错。好。哇，那我有个好大胆的想法，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系列是那个，这是新系列啦，它目前只有1集，就是找一些 VTuber 朋友来玩很白痴的游戏。那个游戏就是用 Google 投影片做出来的，然后就把那个荒谬的过程录下来。
打算基本上都是用台语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邀你来玩玩看。可以耶。对，我觉得自然的讲好像真的是蛮不错的。对啊，就是你在一些玩闹的过程中，就语言是拿来用的啦。虽然说学也很重要，但是比教学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都讲一些没营养的垃圾的东西啊。就是我觉得教台语就是你不能只有教台语啦，要有一些人负责把这个语言真的拿出来用。对啊，有趣。没错。耶！我们表定还有5分钟，我们最后的5分钟美好时光还可以说点什么呢？我来想一下，我刚刚有要讲什么？我想要一个遥远的记忆。好，那是很久以前我们在推特上的互动，就是我的这个牙齿非常的乱，你好像有说过，好像可以戴个牙套。哦，对，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委托，我看是没有这件事的。感觉戴牙套起来应该蛮可爱的，好像蛮酷的哦。对啊，应该也蛮适合戴的。但是我其实很怕痛，所以那应该蛮痛，我不知道，我没戴过。对，就先慢慢的试戴看看。试戴看看，还穿个舌环是怎样？好痛哦！越来越多这样的视频。对啊，这个我其实原本我以前的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蜡烛。我以前的蜡烛是没办法拿下来的。哦，对，但后来我有请我的建模师帮我改啊，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有改，所以我现在可以把它拔掉。但我觉得拔掉看起来好秃头哦。对啊，我已经拔掉了。但是看起来就有一个秃头的感觉，有点空空的，装回去好了。装不回去，我这辈子就这样哦，装回去了，没事。因为秃头也蛮好看的。秃头也蛮好看的吗？对。我就知道有些人喜欢帅大叔，但我不知道秃头算不算在那个范围。他放2个可以变双马尾吗？好聪明哦，我应该试试看。真的有人回答，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哦，对啊，你也可以当美少女。我也想我现在我没有变那么肥之前，我有女装过，但是我现在太肥了，所以现在不想。对，没关系，美少女赞，美少女赞，这个是不容否定的，这个所有人都应该接受。对，好，我也想当美少女。下辈子一定，下辈子一定，下辈子。对，你2个蜡烛就变岩蛇有人留言，太棒了，可以延上了，离延上要近了一步。哇，突然觉得牛舌很好吃。牛舌？对呀，牛舌很好吃就是那个脆脆的口感。对，还有另一种脆脆的是牛舌饼，但不太一样。你喜欢吃牛舌饼吗？我觉得还行啊，但我比较喜欢牛舌。怎么了？你不喜欢牛舌饼哦？牛舌饼我真的是吃不懂你真的吃不懂哦？我没办法。有些人喝美式也喝不懂啊。我好像也是。救命！也是。怎么听起来好呛哦？我没有那个意思，没有。吃牛舌，我是吃牛舌饼吃成木舌了。啊，好，我是没错，我是喝美式喝成木舌，美式。对，火舌喝成木舌。对，火舌变木舌。怎样？所以这样还会有水舌、金舌跟什么吐舌？吐舌，吐舌蛮不错的主要是我也收不起来。这样垂垂的外套。所以其实我再来说讲话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这样太靠北了，所以算了。有够特殊，这样感觉会被骂真的感觉是在取笑别人，但没有。会真的会演上，就要2个蜡烛了。对，不要啦，来不及了，都讲了。算了，没关系，反正我们今天反正也没那么红啦，没关系。对。我说我没关系，我们
对，没有人，太好了。会跟别人联动都这样讲话，是说我吗？我好像是哦。我的 Now Calling 这个系列的最佳状态就是会变这样，就是会非常没有礼貌的跟人家讲一些奇奇怪怪的。很棒哎，很棒吗？很棒啊，我很喜欢，就是真的就是要有电波对到才可以这样。没错没错乱没错，真的有那不然我都种一见如不敢故哎。对啊，对啊，太棒了！这还真是美妙的，这叫什么？这还真是美妙的演出。虽然好像没有在演啦，但是对，我们没有在演出我们就是就是真的就是聊天这样。对啊，太棒了！这个我们应该多聊天。对，感觉之后也是可以再继续联动。可以，抓你来学台语。好，可以，这个我非常的 OK。对，可以的。抓你来，我们刚刚说要卖什么？卖咖啡嘛，拖鞋味咖啡。对，拖鞋味。太棒了！这个，哈哈。还是你也讲个冷笑话？就是练习这个拖鞋味咖啡的销售。你要练习吗？好啊，那现在我当客人，是这样吗？这么认真吗？对，我们要来销售这个。好，等一下咖啡走进来。好。哎，你好，我想要一杯，我不知道，你可以推荐一个咖啡给我吗？哦，你好，我们这边咖啡就是那个第二杯现在有买1送1吗？对，因为卖不出去，所以买1送1哦。哦，真的吗？现在买1送1，太棒了！因为卖不出去，怎么那么可怜？没有，我们这边就是很特别的，有那个，如果你喜欢一些酸一点风味的，就是蛮推荐的。哦，对，这杯我们烘豆师亲自烘出来的。哦，烘豆泥。对啊，烘豆泥。哦，所以真的是烘豆师亲自烘出来烘豆的。对，烘豆的，爱台湾。谢谢你喜欢台湾。喜欢，对。好，这个就是尾韵有这个拖鞋味，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蛮受欢迎的啦。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这杯。有试喝吗？有试喝，我脱一下鞋子。这个是特殊咖啡店吧？真的是。哇哦！对，还要先就是付个300块才可以脱鞋。300块而已嘛，我怎么觉得可以有更好的价格？我不知道，我不懂，我没有参与过这种，我只是猜。我想说这应该可以卖更好。对，然后还要拍那种拍立得。哦，这是一定要的。拍立得是只拍鞋子吗？就是要拿脚跟客人拍立得。我靠！你好懂哦！不是都会有那种吗？有吗？我奇怪拍立得的哦，有时候 X 都会看到啊，真的假的？可能我的 X 都是一些哦，好，对不起，台罗仔牢骚没有。对啊，有时候会看到奇怪的。真的假的？我只知道女仆咖啡厅会卖，就是拍立得，然后就是非常的普通，就是跟女仆拍照而已。我不知道有跟脚拍照的，好刺激。没有，就是有时候快到那种什么成人什么活动之类，就是会看到这种奇怪。哦，你说成人展之类的吗？之类的，对，确实可以想象。虽然我也没去过。但是你的河道上会飘出来。对，就是有些奇怪的。合理，毕竟是河道嘛。对，合理。救命！哇，太棒了！这个非常特殊的服务呢。等一下，所以烘豆是用那个鞋子去搅拌吗？还是？对。哦。然后我们最后会放上，就是把拖鞋跟咖啡滤纸放一起冲水，这样。好刺激哦！救命！这个我觉得我喝不起耶。这个我应该喝不起耶。你说拖鞋就要300块啊？对，泡出来咖啡多少？
300块包含咖啡啊，有点太便宜了吧？对对，就是一条龙服务这样。好，我觉得这个有没有买一送一已经没差，我觉得这种东西的重点是在那个过程。对啊，感觉真的会有人买耶。我觉得会，但是这个有点太找到这个客群。对对对，你要怎么找到客群有点困难。然后就是一般喝咖啡的人，永远不会想要去喝那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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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靠腰丝袜奶茶好不妙哦，这些人真的耶，他已经是丝袜奶茶了。也没错啦，太好了。哎、这句话好好用哦，我要偷走，我要常常拿出来用。太好了，这样最不该用的时候拿出来，太好了，哇，太好了耶！越来越奇怪了。可以也可以，食安问题非常有食安问题。对，我就要做一些有食安问题的。好刺激。对啊，可惜我不是美少女，我没办法卖这个。应该是不会有人想要啦。就是宝香咖啡。宝香咖啡吗？所以就是我喝过，然后直接吐出来这样子。对对对，这还真是太好了。我甚至不知道怎么说了。应该也会有人点啦。也是啦，没有人要点那没事。为什么要报警？不用吧？伊藤想喝宝香咖啡。哦，真的哦？他是因为太想，然后喝不到，所以要去报警的这样子。哦，有可能。真的假的？还是你跟那个主管讨论，就是出一个宝香咖啡？我想他应该想说你在公司回，应该是不行啦。但是我们那边的食安也是太好了。太好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实际上体验过就会发现没有办法真的做到很干净，我们只能尽量。这是没办法的。感觉到。然后就不太信任连锁咖啡店的干净程度了。哦，真的哦，已经就是有体验过了这样。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力没有很够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就是员工就没有办法真的很有时间去把它做到很确实，所以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曾经在那个位置上，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咖啡店真是忙爆哎，用看的就觉得哇，现代人怎么每一间咖啡店都可以这么忙？对啊，而且有一些我就不想讲，就是有一些咖啡店就是动不动都在买1送1啊，你怎么不干脆把菜单改半价就好了，在那边。真的超常买1送1的啊，就人也没有变2倍，薪水也没有变2倍，你好意思哦？对啊，那个什么新什么？对对，大家可能常常知道，也不止啦，好像不止他对啊，其实路什么的。对啊，也会有优惠，常常有。真是的。而且不管咖啡店价位高中低，都每一间都还是很多人。对啊，就是因为咖啡太好喝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应该吧。没错啊。所以你是喝了咖啡会睡不着的吗？还是你是喝了没差的？喝了没差那跟我差不多对啊，喝了比较好睡，没喝会睡不着。有时候真的就是每天都需要喝一杯，就是喝个开心。我必须，我有一天，我只要有一天没喝到，我就觉得那天还没开始，就觉得怪怪的。就喝个味道这样。对对，咖啡已经不是重点了。对，要喝到。对，是咖啡因中毒。对，真的是中毒很深，没有办法。没错。那我们其实也聊到表定了90分钟了，但是如果你觉得一见如故，想要多聊点，我也 OK。但是如果你有其他任务要去，比如说你要那个打倒恶龙之类的，也可以先去。没有要打倒恶龙。那我们就随意啊，就当自己家。随意。
啊，会不会变耐久台？聊到离屋不想聊为止。就聊到什么明天？我之前聊过最久的耐久台是聊10个小时。为什么啊？中间需要上厕所吧？需要上厕所，但是就是没有吃饭那种，超过半小时的休息，就是可能花个5分钟上厕所。好酷哦！可是对，就它是有主题的吗？就是原本就固定是耐久这样。有主题，就好像是收集什么订阅还是打招呼那种啊，那种的哦，作死台。真的就是作死啊！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订阅那么少，还硬要收集干嘛？就是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收集不到，你就下不了播这样子。对啊，然后我就耐久10个小时，然后跟大家聊天。没事没事，我上礼拜的廖天丁就是预计要打倒最后那个 BOSS， 然后差点变耐久台。没有变耐久台，不是因为我打赢了，是因为我说我累了。谢谢大家。输给游戏了。对，输了，没有办法。哇，那我又要来讲一些恶毒的话了。没有啦，也没有，就是，所以那个系列确定没有要继续做，对不对？就是那个每天粘一个眼睛。哦，那个会粘到死哦。这已经戳中我的心了，我破防了。你破防了？我要写到避难所。真的假的？开玩笑。你要黑火蛇啊？对，开玩笑。要说这个那个眼睛啊？你说。会啦。啊，你会继续但我降低目标，对，降低目标。好酷哦！你要怎么降低？每100个订阅贴一颗。100个订阅贴一个，那我觉得我1年可能贴不到3次。不一定啊，怎么可能？你只是再一下，你就会突然飞起来。OK， 我要火红了。对，你要火红了，火红狸猫。对，那个粘眼睛，就是我原本的目标是设定在就是1万订阅。1万订阅之前，我就是一天粘一个眼睛，直到破1万订阅。那现在的目标是？我觉得这个1万啊，真是遥不可及，所以就是可能降低到1000吧。哦，也是反正你最近要冲1000，对不对？对啊，刚好，好我也很喜欢那个系列，真的。哦，太好了！我对你也是非常有印象的一个部分，也是那个系列。哦，对，然后你也有做那个影片。好乖啊！对，我有那个消费一下。对，主要是因为那首歌好洗脑，然后我听一听那首歌，就想到你的那个系列，我就觉得太好笑了，就结合了。对，就借我偷一下这样。每天粘一个眼睛，直到我那时候是定多少？280还是290？马上达到。你看这样就不会变耐久了吧？对，没有志气。对，这个设目标很重要对啊，就是如果设的太大的目标，反而在过程中就是会没有动力。对，这是人生智慧。没错，这是一门艺术。对。会越做越灰心。对，哇，那你最近还有什么新的目标吗？除了冲1000跟什么？跟粘眼睛之外，粘眼睛，强调粘眼睛。对。我最近有蛮多在准备酷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还在制作。好，所以可能还不能说太多。可以啊，可以在你这边透露一下。好啊。就是3月下个月，我想要来挑战卖爱心笔。哈？你知道，就是在以那个可能小时候的时候，在什么捷运站之类的，对，就是那个先生小姐，不好意思，可以买一下支持我们现在我们做的爱心笔吗？这我们自己设计的哦，这样。对，是我们系上自己设计的。对，我们系上自己设计的，然后你先帮我拿着一下。对，先帮我拿着一下，你就看看就好，没关系。这个一支100元，你要不要就是考虑买一下，这样就支持一下，然后紧追在后。对。然后我最近就是在做那个笔，然后打算
就是早一天来开台，然后跟路过的观众推销，知道他们买这个爱心笔。哦，刚刚有人说会不会被冲塔，跟我想的一样，我本来以为你是要没有在路边真的卖的企划。在路边卖爱心笔，我站了一天，应该都没有人要理我吧？啊！救命！库骚说颈椎本来就是在后，那个我本来要讲的，但我来不及讲。他怎么会跟我想到一样的？靠背，完了，真的是怪人。没关系，没关系，颈椎被抢走了，还有尾椎，不要紧张。怪，好怪哦，大家都好怪哦，太棒了！哇，伊藤被拐过300也太多了吧？对啊，我觉得我印象中好像都200-300，好贵哦。对啊，然后就对，就是你看，不只有爱心笔啊，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我遇过比较很有趣的是软糖，他说这个软糖他们是什么食品什么系的，然后帮我吃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有吃吗？我没有啊，我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啊。我那时候已经是有见过一点世面了，已经知道这种东西骗钱的玩意儿。真的。哦，我想到很有趣的海靴，我之前有一个真的是读设计系的朋友，然后他遇到那种爱心笔，好像是不是爱心笔，它是什么水壶，然后他就说这个水壶是他们自己设计的，他觉得超火，因为那个水壶看起来超丑超破，他就直接当场就直接骂他，超酷的。我也是真的就是你以为设计这么随便的哦？那哭没人做到那个半夜都要赶那个评图还是什么的，你好意思？对啊，我之前也都会这样跟这些人说。对，但他们应该是没差，他们就是没有在怕你骂。对啊，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小集团。对啊，他们应该有时候受过一点训练的，就是话术训练什么的都是有的。会话术，然后心态又强健。对，这很重要。那他很适合做 VTuber 真的有道理推销有道理。我知道，以后被推销你就推一个更扯的东西回去就可以了。对，就如果你不喜欢在路上被人家传教的话，你就传一个更厉害的教给他，这样子就是把你最喜欢的 CP 介绍给他。哦，可以。好强哦，心态好强健哦。强制。对，强制介绍。没错。卖爱心笔的所得会拿去做爱心吗？不会。那会拿来养活自己吗？对，会拿来养活自己。我自己比较需要得到这个爱心。把爱心先留给自己。对，先留给自己，我还没有能力捐给这些人。所以他真的买，你就真的会出货这样子。对啊，就是我预计一支应该50块。啊，太便宜了吧？就是一支爱心笔50块，然后还有附大概2-3包面纸，就是像那种竞选总统面纸呢。你要做自己的面子啊？对啊。哎，好想买哦，会舍不得用哎。对，我打算就是来卖这些。可是这不会，这成本不会，就是不划算吧？就是会啊，蛮不划算，太便宜了吧？有一点。买爆，我觉得可以定贵一点。OK， 但我也不知道你的观众觉不觉得，所以我也不知道。对啊，但50块哦，有些人可能赞助500块，他就可以拿10支之类的。对啊，10支10副。对，10支10副，对。救命！没错。希望有些开餐厅的人可以多买。对，还有放我的笔。那笔就会被偷走。就偷餐厅的笔不是很常见？我之前做咖啡厅的时候，我们那叫什么叉子跟汤匙都会被偷然后有一次被偷到剩最后一只叉子，就整间店只有那一只叉子。好夸张！然后我拿那个餐点给客人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这是我们最后一只叉子，你很幸运哦，我们被偷到只剩一只。”他没有客诉我，太好了，太棒了。好夸张哦！这些人连叉子都要偷是怎样？超级好笑，太有趣了。哇，会不会偷太多东西了？就对啊，他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
为什么？为什么有那么缺哦？家里没叉子是不是？对啊，这已经超脱一个消摊的行为了。对啊，这就是单纯笑哎。就是你偷那个干嘛？你偷那个一堆人用过的，没有比较爽吗？那个都多少人用过了？你多要几只塑胶叉子还比较合理。对，叉子上有没有 logo？ 我不记得了，可能没有吧。搞不好有了，拿回去还觉得特别高级。哎呦，哇，这是这个咖啡店的，非常棒。哇，意义这难道就是高正品吗？就对啊，正品。零元购，零元购哎，对，太会了。幸福要靠自己争取真的，没关系。我也常常在零元购。我是说，之前在那个咖啡店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做错饮料，然后照理来说你要倒掉啦，但是我发现倒到自己的肚子也是一种倒掉，所以对啊，然后我就咖啡因中毒了，我现在就变这样，就是不能不喝。没有啦，我本来就是有很爱咖啡才会去啦。然后我最近在想要不要去手摇杯店打工，我觉得我的人生里面还没有去过手摇杯店打工，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感觉可以体验耶。我有想要去体验，但是有点忙不过来，不然我是真的蛮想的。而且我总不能在面试的时候说，那你为什么要来这边面？我要来体验。体验人生，告诉他说我几个月后就会走咯，你训练完我之后，我不会留下来哦。对，就像奎宇说的那样，就是又调错了。对，有时候幸福要靠自己争取。对，没错。如果去手摇店打工的话，你有最喜欢喝哪一间吗？我很久没喝手摇，所以我有点不确定。然后我可能因为我没料吧，我没有很喜欢吃有料的。我也没料。怎么办？可我就喜欢那个，我喜欢纯茶，对，我记得有一些手摇杯店的员工福利就是纯茶喝到饱，但是牛奶跟料不行。太抠了吧？我可能蛮适合那种的，我本来就只喜欢喝纯茶。糖浆有没有喝到饱？我是不知道啦，应该也有。那个应该没多少钱。糖尿病，你喝得了？对啊，你喝得了那么多，你要糖尿病那就好吧，认了，厉害。对啊，算你厉害了。居然有些连牛奶也要付钱。对啊，就牛奶应该算是成本比较高的部分吧，大概。应该啦。也是。对啊。但感觉店员都超忙的。感觉对啊，就是各个饮料店或是各个咖啡店，甚至我觉得现在的便利商店看起来也都好忙哦。对啊。总感觉好像真的蛮缺工的，有这个感觉。我发现我家附近的便利商店现在都 always 只有就是2个人，但是因为一个应该是如果他是值班经理，他可能会在里面，所以实际上在柜台的只有1个人，然后他有时候还要去弄其他机台，就好忙。还要用咖啡取货啥的。对，全部都他然后就是看他就快死掉了。好恐怖，真的好恐怖。希望可以涨薪水，不要让他那么难过。对啊，不然有些店员真的感觉到累烦了。对啊，而且我们之前那个小费箱，那个小费都不会变成自己的，他那个都是共用财产。哈。然后照理来说会拿去员工旅游，但我从来没有去过。我是不在意啦，只是我就觉得难过。对。他以为会发给你们？就是不会，然后就是我做的很好也没有用，我只是拿我该有的薪水而已。哭出来了。就算了啦，没关系啊，我已经不做那个了，我现在是更穷的 VTuber。我现在连免费咖啡都没有了，我现在也是穷的 VTuber。VTuber 应该都没办法太有钱吧？就算本来很有钱，做了就会穷了。感觉是哎。对啊，你想的话，你可以有很多支出。对啊，真的有很多贵的东西可以弄。小费不会给表现好的店员哦，我们那边不会啦，我不知道别间会不会。感觉好的店员真的要拿小费。没错，
可是我觉得对很多那叫什么，对很多客人来说，他也不会花时间分辨谁是好的，谁是笨，不是笨，谁是没有认真在做。对啊，好像也是。我说的笨不是先天缺陷，就是他懒得学，所以他就是不太会做事，这种会有点烦。哎，对啊。然后我就觉得，那我那么认真，我是猴子吗？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真的，真的，还要跟对，真的很这种贱，没错。太有趣了。哇，我没有其他有趣的工作经验嘞。我觉得咖啡店真的是我最有趣的工作经验，每次开台都可以讲。我觉得很酷哎。我之前，我觉得我最酷的打工就是在某个民间的博物馆担任介绍的。你的比较酷哎。哪里酷？很酷啊！所以你是要先自己对它很了解，对不对？对。你是有什么教材要读还是？没有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啊，我觉得工艺文化这种东西，就是可能从身边去感受嘛，去认识，然后就是会，我觉得主要是个人你要有兴趣，就是会更深入去了解。那倒是。对，的确。像我这个工作就蛮好的。就我很多无用的台语知识可以拿出来表演，一样的道理，就是有兴趣就会知道。对，主要真的就是兴趣。没错。对啊，这样很好啊，我觉得最好是，我觉得打工至少还是要跟自己兴趣有那么点关系。真的，不然根本就也做不下去吧。对，我那时候就是每天都有一堆OK，支撑我下去的动力就是我可以做错饮料，我就可以喝。每天上班最期待就是喝免费饮料，太爽了。真的就是上面那个聊天室说，今天精神怎么那么好？因为调错了6杯咖啡。差不多。有时候别人做错了跟我做错了加一加，真的可以喝到6杯，但我就不会喝完，喝完会死哦。真的，每个都喝2口这样子，这是可能的。就是尝个味道。对，尝，好喝，倒掉。对啊，不然会喝到死，会直接星际大战。真的。有什么梦想的工作吗？包含小时候想的也可以。小时候想的。对啊。其实我小时候，我记得就是我最有印象，从幼稚园的第一张画，就是我的目标就是做产品设计师。等一下，幼稚园就知道产品设计师吗？真的，好强！我那时候就是小时候我最有印象的第一张画，就是我用色铅笔，然后去画一个我想要做出这个产品的这种概念。我可能有点类似，我那时候也是想要当设计师，然后我就会画一些车子，还是衣服，还是什么都有。其实可能有点累，但我不知道那个叫产品设计师。所以你是幼稚园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个职业？对，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你是受到天启啊？可能还没有喝孟婆汤吧？没有喝完了，喝2口就倒掉了。对。天啊！跟你一样，喝2口就倒掉了。有没有可能就是孟婆其实也忙不过来，还是有请一些工读生，有一些工读生就比较混，做错了。有可能就我喝完了。对。好烦。就我。天啊！对，你之前有开一个募集，要投那个小时候的作品。对，但那个超难收集的，因为很多人都说丢了。对啊，我也是，我是本来想要回我老家找找看，但是我刚好没有回去，所以就没办法。有的话应该会在那个深处要挖一下。对，感觉大家都要挖一下。可能我早知道就把它都数位建档了，但来不及。好像也很少人会数位建档。对，比较少。太可惜了。最近还有开心的。你先。你有募集一个监狱的。对。我已经投了。好，太好了。这样你就知道了，那可能是我的，没关系。对，有些感觉看出来。
很期待你开它那个开来看。好，我想一下哦，我本来要说啥哦，没有啦，就是我小时候梦想职业其中一个是太空人，但我后来发现我有黑暗恐惧症，所以不可能，不能当太空，所以是不可能的。我很多恐惧症真的有什么？对啊，有一个我找不到名字的，但是就是我如果抬头看，然后看到很高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害怕，就是包含星星，所以我不敢看星星。哇，居然很怪吧？好酷哦！这很酷。对啊，还好现在光害很严重，所以看不太到。但是，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就是感觉自己很渺小脆弱吗？是这样讲吗？会头晕那种吗？好像没有到头晕，但是就是会觉得有个莫名的恐惧。哦，飞机会吗？你说抬头看飞机哦？对，比较远的会，但是很近的，就是在机场附近看到很近的，好像就还好。哦，好特别的恐惧症。巨物恐惧症吗？我有查一下，但是我觉得好像不一样。所以我也不知道。很怪吧？很怪，这超级怪的，很酷。那你有什么恐惧症吗？恐惧症，金属摩擦声，我真的不行。这可能很多人都有，真的超恶心。还有大海吧？大海哦。水的恐惧症，我是连游泳也不行。我也是，所以我现在都不喝水，我只喝饮料。没有啦。对。哇，太害怕了。对，太害怕了，只能喝饮料，怎么办？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也是蛮怕海的，但我现在还好。为什么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是就是水只要淹过我的膝盖，我觉得很害怕。那你根本不能去游泳池对啊。哇，或是你只能去儿童池。对，只能去儿童池。然后海边那个有些人不是会在那里海浪旁边冲水冲脚吗？那个我也不行，也怕被卷走。对啊。想想，我还有战争恐惧症。战争可能跟国际情势有一点关系，但是因为我家附近有时候会有那个直升机经过，就是军机，然后每次听到就会觉得怕怕的。因为很多人也有。然后那个地震的时候也有发那个国家级警报，我也很怕。真的，对，心脏会有点。而且那个警报就是有时候那种超小的地震，就是这个警报在吓人。你不觉得常常那个警报其实比地震本身还恐怖啊？对吧？对啊，搞得更紧张而且有时候它那个警报会有一个语音，然后那个语音是英文的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又是一个很电子音，然后突然来就觉得很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超级害怕，好像是傻小，真的直接吓烂。真的，就是真是奇怪的恐惧，人真的是很复杂的动物呢。是吧？好多恐惧症。对啊，好可怜，一直自寻烦恼。真的，好麻烦哦，当人好麻烦哦。金属是指铁叉子插到刮到铁碗声音吗？对，没错。所以我在家里就是我不会使用金属的餐具。你是自己做自己的餐具吗？对。真的假的？我随便问好酷哦，太酷了。会做筷子跟碗。所以筷子也是陶瓷的，木头的，用刨刀去刨。好酷哦！碗也是吗？没有，碗的话是陶瓷的。好帅啊！所以你知道，如果做精工，就只能做那种不会摩擦到的，比如说茶壶这样子。对，所以我精工才被当。这是个正当的理由太棒了！因为我害怕那个声音，我没办法。对，真的。什么时候周边礼会有？周边周边礼，周边礼呀，就是对，我跟你分享，就是我前阵子在做筷架，就是用陶瓷捏的筷架，然后接下来我会
去跑筷子，然后我想要出这一组周边礼，叫做快嫁给我。好赞哦！这个我也是我听过这个谐音，然后我好耻哦，所以我完全就乱聊。就是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很想要写恋爱小说的时候，好赞！我就很想要把这个梗拿来用，一直没有用。主要是我写了之后自己看也很尴尬，就没有继续写，好烂哦。这个之后会有分享吗？不会哦，太可惜了。应该不会啦，也许这可以当成那个小时候的作品的一部分。可以，文学作品。但我要找得到，我应该找不到，应该都烧了。但那时候都是用纸本写的，所以认真找可能找得到。我觉得这很棒就是恋爱小说，然后加这些奇怪的谐音。但有机会也还是会想要做一点恋爱喜剧的创作，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对文笔也没信心，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没关系，只要投出来，一定会有人喜欢。好吧，如果连我都不喜欢怎么办？对，没关系，你可以先分享小众一下。好，但如果有的话，我应该会想要做台语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台语被拿来用的地方，有一些地方都没什么在用啊，比如说拿来谈恋爱。对啊，我就觉得一个语言，它如果要可以恢复它正常的状态的话，应该要在各个地方都能拿来用。对。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用台语谈恋爱，你可能会需要一些恋爱小说来参考。虽然有一些恋爱小说很智障，但是多少可以参考。太好了，我很期待这个恋爱小说台语。真的吗？好，我现在多一个动力了，很特别。我可以逼迫你 reaction。可以。那你会看百合吗？不会耶，但是我不会看小说，但是我很喜欢看图。图是就没有分嘛，就是各种类型，就是百合或是 BL 或是 BG 或是其他。对，百合的图比较喜欢。真的吗？对，BL 跟 GL 都蛮喜欢。我其实也是百合图，所以对啦，以前啦，现在还好，现在比较多，就是比较杂实一点。对，但是确实以前自己试着写小说的时候，主要都是百合。太好了，很棒。我觉得就是女生就很赞。我其中一个梦想就是想要做一个台语的百合恋爱喜剧漫画，但是这个要做的事有点多，所以还没开始。什么东西？有人说你都看闪电麦昆跟汤婆婆的色图，真的假的？对，我传给你闪电麦昆的，等我一下。甚至没有问我想不想看。好啦，问就是想看。想看是那种出于好奇，好怪哦，看一下。好，闪电麦昆那个我真的是蛮喜欢的。等一下我忘记你有没有看过？真的假的？我找一下。救命！没关系，上次有个观众说想要把宝箱绑起来捆绑，所以我现在已经看开了，我觉得算了。好，我传给你。对。我的 tag 里面没有 R18 tag， 主要就是我看过这张图为什么看过？为什么？那应该就是我传。不要，可能传在什么其他的群。你让我想起来，我看过韩国瑜的性转的。太好了。为什么要让我想起来？这个很棒那现在我也看过花妈的啊。对，花妈那个也不错，那个也是经典，不错的意思是。就是其实我蛮喜欢看这种我觉得蛮喜欢看这种风格的图，就是有趣吗？对，还是说哇好色好赞哦，蛮辣的哦，这样。真的假的？真的。这还真是太有趣了。不错吧？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看那种 X 上面的那些大奶，有些都看腻了。所以想要看一些比较特别的。
对啊，我以为不是这样哦，好，我以为是通常是什么大奶看腻了来看一些小奶，不是，不是，来看一些新高度。对啊，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哦，这些人有那两个大奶，就是也是蛮好看的，但是他需要一些像闪电麦昆或是唐婆婆、花妈这种特色。就是艺术创作，就是有时候要探索一些大家还没有探索过的地方。对，它有一个突出的点。你说它的4个大轮子吗？突出的点。对。天哪，它的内甚至是会发光的。对啊。哦，这是那个嘛，所谓的车头灯。对，车头灯。哇，我本来以为我跟你聊天不可能往这个方向就没想到。感觉很多人应该也会蛮喜欢的。下次还敢，我知道观众一定喜欢。对啊，你可以分享给你的观众。对不起啊，我的观众都这种的。我其实有认真想过，我到底需不需要 R18 tag？ 我本来想说不可能，但是我现在不确定。感觉需要。但是对啊，我记得你没有对不对？你也没有 R18 tag。对啊，我也没有，但是我觉得开放二创没有限制。哦，你说不分吗？就是对，它可以自己加一个那个小眼睛嘛，就是那叫什么？敏感内容隐藏，它可以自己加。哦，对，可以。好像有道理。什么意思？舌头这么涩，不要在那边靠背，我还有牙齿会咬到。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上次还有一个观众说，那个可以直接把我头上的蜡烛拿起来滴，白痴哦。真的什么真的？好万用哦。好，太。那我们两个可以跟梦天堂接业配。他如果愿意的话，我是 OK， 但是我应该还不够红。你可以业配蜡烛。确实可以，真的耶，跟我那个形象非常有关联。对。希望。对，我只能业配蜡烛，我没有别的东西了。我知道收纳箱啦。可以。好烂哦。收纳箱根本不限行业别，任何箱子我都可以业配。除了蜡烛礼盒。蜡烛礼盒不是那为什么不香氛蜡烛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这种的。好像也是。我是可以很有那个质感的，应该吧？虽然我自己都不相信。出什么 SM 蜡烛？对啊，干嘛？你可以出香氛的啊，你可以出那个拖鞋尾韵的蜡烛啊。哦，也是不错吧？不用出这些奇怪的。对啊，就是这是好主意。对，火蛇的脚味这样子。好恶啊。寄去香氛店请他调，他调得出来也是蛮厉害的。这我觉得在虐待那个他调香师，就是他被迫一直闻这个味道，然后把它重现出来，还是蛮可怜的。一直要闻脚味。对啊，然后要把它做出一模一样的。他那个过程中，他必须一直闻吧，所以他其实蛮可怜的。对啊，好奇怪哦。好奇怪哦，到底怎么会变这样？太奇怪。对啊，调香师好衰啊。他应该多收钱吧？有多给钱应该愿意。应该可以。我才不要把钱用在这种地方嘞。什么东西？可是用香氛蜡烛玩的话很痛，就没有要跟你玩。没有要玩哦。对啊，就不是跟你那样用的。有质感的对。要当有文艺感的。对，有文艺感的。所以如果下次不要做拖鞋味，也可以做个腋下味，就是文艺感的。对，腋下味蜡烛。好臭，好恶心，不要，好恶心！我感觉那个房间都会有味道。那个调香师超可怜，不要再虐待他了。人家也是有爸妈、人生父母养的，不要这样子。但一定也是有人喜欢。那我可以不付他钱吗？好坏啊！好，那怎么办？大家都在努力生产谐音笑话。对啊，
他们谐音好多，好恐怖，好可怕，真是一片和谐。对，真是太邪门了，好烦哦。等一下，我想一下哦，最近都没有什么好笑的笑话可以分享，但好像也不需要哦。好，我知道。那你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我想一下，宣传最近，我想要宣传啊，我最近开的那个简语投稿，对，刚有讲到，可以大家去投稿，下礼拜会开箱。耶！我找一下你的贴文链接，我直接帮你贴给大家。感谢，应该是在 X 是吗？对，应该是。我看一下哦，来看一下你都发了些什么。哦，你也喜欢戴眼镜的人突然不戴眼镜。我觉得戴眼镜真的好好看。哦，我想想，我对眼镜好像没什么研究诶。对，就是没有研究。我发现我应该是戴不了眼镜，看我这个样子。感觉可以耶。是吧？那用那个胶布粘上去。对。那照理来说，有胶布的话，什么东西都戴得上去。好像也是。好，我把你的简语募集的贴文丁选给大家，请大家务必去投稿。感谢火蛇。对，准备看简语警察 Bibo 是 Bibo 吗？对，我要来抓简语了。太棒了，我也好想当警察，一直当不了。主要是我考不上警专，不是啦，不是真的警察，不对。对，就是这样子哦。好，那我们这个美好的午后时光，这算午后吗？美好的夜晚时光，好像可以在这里轻轻的画下一个句点吗？对，应该可以。我们聊好久哦，2个多小时，很疯狂哎。至少不是10个小时。对，那有点太疯狂了。对，好，太好了。我们就跟大家说声再会吧。好，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哦耶，感谢火蛇。谢谢李乌女士。太棒了。好，大家拜拜。好，拜拜。